今日我哋一齊嚟做一個超級送飯嘅廣式沙茶雞煲，香濃唔加水，簡單幾步就可以搞掂。首先我哋醃一下雞肉，加入蠔油、料酒、生抽同埋老抽，攪拌均勻，等醬汁包裹住雞肉，醃製10到15分鐘。醃肉嘅同時，我哋嚟處理一下輔料。蒜嘅話，我哋用刀壓扁，去咗皮就得噶啦，就唔使將佢切片。洋蔥我哋將佢切大塊，用白洋蔥都得嘅。大蔥將佢切小段，辣椒亦都係切段備用。然後要鑊落油，將醃好嘅雞肉倒入去鑊入邊，大火將雞肉炒到半熟備用。然後鑄鐵鑊加入少少嘅油，將輔料全部倒落去，翻炒出香味，跟住再加入柱侯醬、沙茶醬，雞肉亦都一齊放翻落去鑊入邊，繼續將所有食材翻拌均勻，唔使加水，轉細火燜煮5分鐘，直至到雞肉熟透。呢煲雞煲一滴水都唔使加，自己就可以煮出一大煲金黃香濃嘅醬汁，每一塊雞都吸滿晒柱侯同埋沙茶嘅味道。今日就到呢一度，祝大家好胃口，我哋下期見。